今仔日警花城案是搁再开庭，再去高本地雄雄上去当场骂检察官，而且搁摕这杯仔等检察官情绪失控，伊强调伊拢是去防安罪命的。 看用警备车大声喊话，高本体因某担保机和支持者做伙声援了后，点点切目屎。主席，你会不会后悔相信钟小平？民进党前主席郭文铁伫生日了后过两天，因为警花城案初七搁一摆红提信出庭，专案审几天，说伫后庭发生冲突。何必非常生气，他站起来质问他们说。 我被关了12个月，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？你们有没有良心啊？你到底还要编故事编了什么时候？第站后庭的浪芳郭文铁煞雄雄上去，当场等资料涉水杯啊，对检察官大骂垃圾话。好人贪污，伊讲家己是防陷害讲有罪，绝对袂屈服，嘛绝对袂投降。但是北检嘛发声明谴责当事人以非理性的言辞也是举动，凊彩对到庭的检察官做人身攻击。我准备什么东西吗？这摆开庭同款是结问证人，团迄当阵的台北市副秘书长李德全，和迄当阵的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来作证。李德全表示讲，警花城的土地所有权人照都市计划法有权提出申请，但是照伊的观点，建议参考土管条例，搁较会当达到一致性。迄当阵才会来替签庭。伫黄珊珊的部分，检方问的一大重点是警花城案敢有开过无公开行贿。金华城的案子并不是市府重大的政策，所以他从来 没有进入所谓的列管，更没有进入所谓的晨会。但是检察官很遗憾的，刚刚在最后结论的时候，他竟然扭曲我的话，把它说成我说金华城是重要，要进晨会。对这摆开庭，审判长嘛雄雄讲出台湾的司法已经真脆弱，无适合一直批评。但是郭文铁讲，家己认真做代志，日也做，暝也做，做互讲贪污，即马互关12个月，已经得要到极限。一遍搁一遍，一直讲这是啥物世界。另外后摆开庭暗算伫12会团嘉南市副市长邱培玲等人来作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